啊，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森嘅入波啊，慘啦！呢個波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球。好啦，1-1重新嚟過啦，拉基賀森嘅入球，協助再嘅孟加拉追成1-1平手先。咁就孟加拉球就非常之興奮啊吓！11個打10個之下，都把握到一次機會，其實成場拉基賀森黃金叉先拋，李小恒再回。呢邊再 chip 高波如指南，又如何先？哎呀，伊斯蘭就選擇讓喎，咁啊益晒港隊先啦，又有機會一齊，這個埋太重旋轉，後上式跟波，哎呀，白衫嚟呢個就，換咗就孟加拉嘅反手圍攻，再一個長波先啦，對咗貝恩都到訂噶，兩個夾一個，呢兩個高波甩到埋嚟，過唔到一隻陳俊一先。攞翻場波去埋噶啦，吊到添啊！哎呀，可惜呢球波啊，彈起隻腳面啊，彈個直線埋去就冇用。睇嚟先，唔知新加坡就5分啦，印度2分啦。咁啊，新加坡對印度未踢噶吓，今日晏些少先啊。無論贏波抑或和波，我哋繼續支持啊，永不放棄。唔順利啊，亦都係人生第一場嘅國際 A 級賽事，高波甩到馬開門將出嚟。黏實先啦，嘉榮好多槍嚟啊！好啦，轉身又去到，咁啊嚟自查祖利啊吓，做翻轉頭先，係咪 send 高波長傳埋去？哎呀，冇問題，頂得住先啊！好嘢呢球啊，頭先個波都冇，一個遠射，咁少風啊，球速啊偏慢，益晒門將謝嘉榮。呢個波咁樣做埋都冇罰啦，個波好在就踢埋冇乜力，就俾咗個罰球，王威你去搞啦！哎呀，太深啦呢球波，快啲翻流啦，快啲翻流，快啲翻轉頭先啊！又有啲時間唔係太多，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，佢飆得好快，跟緊拉基賀森。咪先係發現啊，左擺右擺，擺脫咗阿華特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馬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係拉基賀森。呢個波都夠快嘅，set 埋嚟，咁啊變善用翻個球場闊度啦，希望嗰啲嘅攻勢帶嚟多啲立體感。頭先就一個長波輸埋總路線右手邊，再做個二傳，就變咗中間可以攝到個位啦。咁啊變咗中間嗰個球員係即係翻腳咧，未必係咁最遠處。